这个米塔风台一路偏西边，风台的中心登陆台湾的几率讲大大来增加。风雨上明显的时间，就是即摆开始到晚半暝2点。宜兰、新北、台北、基隆、桃园，风雨上明显。明仔早起8点到9点，暴风圈就有机会离开台湾的陆地，了后这个风雨就会慢慢啊较停落来咯。来看这个中央气象局最新的气象报告。 预计比较靠近台风中心的宜兰还有北部地区，在下午到晚间风力都会再明显的增强加大。宜兰还有北部，尤其是在山区，雨量会快速的增加。好，其他的地方包含花莲、台东还有中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性的阵雨。 因为它现在的台风中预测的它的中心位置其实是非常接近台湾东北角的陆地哈，所以这个在今天就是稍后就是下午到晚上这段期间，气象局会持续观察它接下来实际移动的状况，